好啊，大家好，歡迎收睇唯愛 TVB Channel 啊！今次係最後一條片，就分析一下2025萬千星輝頒獎典禮最佳劇集啦。因為咧大家都知道咧，以前睇過我嘅片都知道咧，我係會分幾個唔同嘅榜啊、唔同嘅要素嚟到分析最佳劇集嘅。咁大家眾所周知，最佳劇集一定係收視好、評價好、人氣高，所以就叫做最佳劇集啊嘛。第一度大家都知道，因為我創呢個榜嘅目的就係因為冇乜啲客觀嘅評價嘅評分嘅個準則啊嘛，所以我就創立呢個榜，嘗試俾啲天使大家嘗試去分析一下。OK，開始啦。第一項先講豆瓣評分，即係內地豆瓣網嘅評分。其實咧，如果香港呢邊有一個評分網站嘅話咧，我就會用香港嘅劇集評分網去評嘅，但係因為香港冇啊，所以我就唯有參考內地啲評分網嚟到評價最佳劇集啦。內地評分咧就分兩樣嘅，豆瓣評分、豆瓣網嘅評分，一個係幾多分，即係根據啲人打星打幾多星，就1至5星，平均計出嚟就7.9咁樣嘅，全樣計出嚟嘅分。另一個就係幾多人去評，即係代表個 hit rate 啦。嗱，可以睇翻新聞女王2，朝早睇翻嘅時候咧係49,755人評嘅，而同樣雖然麻雀樂團係平分秋色打和，但係麻雀樂團你見到得1000幾人評分嘅啫。嗱，所以睇翻啦，愛回家其實呢個可以忽略㗎啦，呢個大家先忽略啦，因為愛回家都冇入選到10強。嗱，好見到啦，第一名就係麻雀樂團7.9啦。就同新聞女王2打和嘅，跟住係痞子無間道、金色森林、刑偵12、巨塔之後嘅分嘅，因為之後會影響大榜嗰個評分嗰個情況嘅，所以我就會將呢個嘅7.9分啦，呢個點數就會化為即係以100分為總分為單位再去計分嘅。嗱，大家睇翻啦，順便睇翻嚟，大家知道幾多分啊？跟住人數，新聞女王2係最多嘅，49,755。第二就係執法者們12000幾，跟住其次係刑偵12。可以見到啲合拍劇其實係相對嚟講 hit rate 高啲嘅，即係內地知道嘅人多啲 ，hit rate 高啲。嗱，奪命提示雖然就唔係合拍劇，但係都係同內地同步播嘅劇嚟嘅。金星龍就合拍劇啦，其外幾套就都係大家所知嘅本土劇嚟嘅。好，鄉土榜就分兩樣嘢啦，就分瀏覽數同埋嗰個嘅回覆數嘅，即係大家出幾多 po 嘅數目啦。我只係計出 po 數嘅，因為我始終覺得有時你齋睇咧，好多懶人噶嘛，齋睇就唔 reply，咁你真係肯去打留言，肯去討論嗰啲，我先至覺得係準確啲咯。所以我只係揀 reply 數嚟到計嘅。講真啦，呢一項嘅新聞女王2嘅優勢就縮窄好多啦。當年新聞女王第一套嘅時候係鄉土榜、討論區榜都係第一嘅，但係今次咧得第4嘅啫。今年得第4分嘅咧。第一就奪命提示5900幾，第二刑偵12 4000幾，啲金色森林、新聞女王2巨塔之後，榜尾嘅就係奔跑吧用嗰啲女人們。第一就最高分嘅就係奪命提示啦，所以就係以奪命提示作為基數，就係最高分係佢100分。第二就係刑偵12就74分，第三就係金色森林64分，就如此類推啦。呢就鄉土榜，我自己係用 reply 數嘅，呢都係朝頭早再睇多次睇出嚟嘅。鄉土榜嘅好處就係佢唔會好似豆瓣網咁樣一路 loop 啊。鄉土榜係當時其實熱播嘅時候就係會一路討論啦。其實一播完啦，跟住就會鄉土啲版主就會撤銷置頂㗎啦，就唔會再一般嚟講就唔會再有人不斷咁樣去 reply 㗎啦，所以係比較上係反映當時嘅 hit rate 嘅。大家可以見到奪命提示就第一啦。收視榜就係傳統，即係TVB 嘅收視啦，幾多人睇咧就幾多個收視點啊。今年其實收視第一嘅係執法者們24.5，我都係 check 翻網上嘅數據得翻嚟嘅。如果有錯嘅話，各位觀眾下面留言話俾我知啊，我都係 check 翻啲數據啫。第二就係合衣24.2，
呢個傳統嘅收視榜，就所謂嘅幾多師奶去睇咯，就呢個就傳統嘅收視榜咯。第三就段片提示啦，巨塔之後啦，新聞女王要去到第4嘅，因為朝頭早我啱啱見到最新出嘅收視就話結局編到22.6嘅，我呢幅圖就稍為冇 update 啦，因為都係示範俾大家睇嘅啫，我係計即係點樣計啊收視榜收視嘅數據咁樣嘅。麻將樂團就21，奔跑吧勇的女人們就20.4，金枝森林19.6。其實金枝森林同其他劇比收視啊有少少唔公平嘅，講真。金枝森林差唔多係唯一一套930，應該都幾肯定係唯一一套930，其他嗰啲全部830。大家都眾所周知，好多人係睇完8點半套劇就會去休息噶嘛，就唔會再好少再睇，就睇9點半嘅。所以通常你劇擺到去9點半咧，就時段陣就不利，就會少啲人睇嘅。所以金碧森林呢一項嘅數據相對嚟講就輸蝕啲。好，下一項 YouTube Hitway 榜 ，YouTube Hitway 榜咧就係我每一集大 TVB 每一集有個可以叫做精華或者同埋加長版精華，或者有時叫劇情或者同埋精華咁樣嘅，就每一套劇每一集大概有2個精華左右，跟住我咧係以萬為單位嘅，例如呢套啦，例如呢個做可能大家即係字眼比較細隻字，就嗰個睇得大家睇得比較辛苦少少啊，我稍微放燈大少少啊，大家睇得舒服啲啲。奪命提示就第一集劇集精華，收看人數219700幾嘅，所以我就係以萬為單位去統計嘅，就呢一個片呢條片就係21.9咁樣計嘅，因為我係以萬為單位就計翻出嚟啦。奪命提示最高，哇500幾萬總 Hitway 啊，所以奪命提示最高分㗎啦。因為唔知點解阿文導演啊，即係我叫佢做文導啊，阿文監製啊，文偉雄啲片係次次都好高 Hitway 嘅，唔知係咪因為係動作片啦，即係大家槍林彈雨，大家中意睇打就開槍片啊、動作啊、場面啊，文導演次次都拍得係好好睇嘅，即係電影級嘅。其次就係好多啲，例如雙流啊、郭柏妍啊，好多啲咩性感造型啊，嗰啲就唔知點解係好吸睛嘅，好多人去翻睇呢啲精華片嘅，所以次次文導演嗰啲片都係好高 Hitway 嘅，所以今次新聞女王2都只能夠屈居第2嘅啫。第2名嘅新聞女王261分，就係300幾萬嘅 Hitway。麻雀樂團今次犀利啦，季軍250幾萬。你睇下麻雀樂團肯贏得另外2套台慶劇喎，金枝森林同埋巨塔之後都冇麻雀樂團高分嘅。不過呢個榜咧有一個問題就係長劇啊，就會係優勝，即係嗰個唔好話優勝啊，即係短劇係會輸蝕啲嘅。因為你例如一套劇你30集，好似段片提示就30集啦。有啲劇例如短啲就20集，你20集我當你每條片1萬，天然就輸蝕，每條片1萬，20集就20萬，你30集嘅片就30萬，就天然地係會高分過20集嘅片，因為冇咁多集啊，出唔到咁多條片啊，所以長劇稍為係優勝過呢項數據，就會比短劇就有優勢一啲嘅。因為短劇咧就集數少啲啊，所以有時一啲好 Hitway 嘅短劇，就你可例如當年有個例子啦，愛上我啲衰神，網上反應都唔錯啊，但因為只有10集，所以呢啲 YouTube Hitway 片咧就相當之不利啊。或者睇過我以前片嘅朋友就會知道，我以前係用 Facebook 精華片嚟統計嘅，但係就咁樣點解用 YouTube 精華片？YouTube 精華片係容易啲 check 出嚟，容易啲統計啲嘅。你見到好似段片提示呢個，你一下子1至30集都全部 list 晒出嚟㗎啦，容易 check 好多啊。YouTube Facebook 片就真係唔係話唔好，就係容易啲難啲去 check 嘅，就針對嚟講。YouTube 就好處就係唔單止香港啦，你東南亞外國 fans 都會睇啦。我自己就YouTube 片要注意一項嘢就係、佢有分 TV USB channel 同埋 TV official channel 2個 channel 嘅，係至少2個 channel。我自己係用 official channel 嚟到做分析嘅，我就唔計 USB 嗰條片嘅。好啦，嗱呢就首先就係分析咗5項要素啦，跟住就係
就分3個嘅大少少嘅大榜總榜嚟到俾大家睇啦。好，先睇第一個係小榜咧，即係豆瓣同收視。就呢個項榜最簡單就係收視好、評價高，所以我就係一個計咗一個分，再計收視，再計翻平均分。可以見到新聞女王都係第一，而坊間評價唔錯嘅麻雀我團都衝到去亞軍第2嘅。第3就係執法者們，因為收視好啊嘛。合衣第4，佢係5米巨塔之後咁樣去推翻啦。其實呢個每一個分唔會話差太遠，相對嚟講分都比較接近嘅。跟住下一個總榜，總榜 A 就係豆瓣評分人數、豆瓣評分、收視、YouTube 再除以平均分，跟住可以計到新聞女王2冠軍啦，83分。哇，講真都領先優勢都幾大啊，好明顯嘅領先優勢。第2係奪命提示，第3執法者們，第4麻雀我團，第5巨蟹之後。所以基本上你5強已經出晒嚟啦，就係新聞女王2、奪命提示、執法者們、麻雀我團、巨塔之後。頭先嗰個就係合衣入咗去，呢一個 data 咧就執法者們係入咗去，執法者們2項執法者們都入到嘅，跟住就係前面嗰個合衣啦。跟住睇翻咧，你 compare 翻數據咧，執法者們、麻雀我團、巨塔之後，比較爭得比較大嘅就係奪命提示啊，因為奪命提示豆瓣評分嗰個拉跌咗個分啊，但係呢度咧因為 YouTube 個分高，所以奪命提示就拉翻上去亞軍。前面嘅嗰個細榜咧，奪命提示就係前5不入嘅。你睇下官方個考量點係點樣咯？講真，你話睇 hit rate 奪命提示係高嘅，你睇俾翻個分，奪命提示係今年咁多劇裏面最低嘅。內地網民好多唔係好 buy 奪命提示啊。我見本地都有評論，即係批評嘅點啊嘛，就話文導演嘅水準下滑啊，就冇以前拍得嗰啲好睇啊嘛，所以都睇下官方考量嘅點係點咯。其實我自己就執法者們我覺得悶悶地嘅，但係即係你 data check 出嚟分有幾好，咁樣即係逐啲講得出佢唔漲啊，係咪先？呢度其實有少少小問題啦，麻雀我團應該係第3嘅。就並列季軍，所以麻雀我團係幾值得入5強嘅。好，另一個總榜就呢個就相對你就本土特色就重啲嘅，就 YouTube 嗰個 TV 就被鄉土呢個嘅就取締咯，就鄉土呢個嚟到代替 YouTube 嗰個 TV 嘅，相對嚟講就更加係本土多啲咯，就冇咁面向外國啊東南亞多啲咯。見到都係新聞女王2第一，你諗下幾個榜？嗱，你睇翻，大家睇翻評分第一，人數第一。當然啦，呢個領先優勢其實比起2年前係爭咗唔少嘅。2年前係10幾萬人數評分嘅，今年得4萬幾，其實跌咗唔少。但係領先優勢都係遙遙領先其他劇啊。嗱，鄉土就第4啦，收視第4 ，YouTube 亞軍。跟住細榜冠軍、總榜冠軍、新聞呢個另一項總榜都係冠軍，所以新聞女王2真係最佳劇集應該走唔甩㗎啦！你講真係走唔甩㗎啦，即係其他劇只能夠爭入5強咯。跟住第2就奪命提示，呢個咧鄉土嘅分數唔錯，所以盈英12入咗去5強嘅。呢個執法者們巨塔之後，金尾森林有機會5強不入啦。其實我覺得台慶劇點樣都〜考量可能會比金尾森林入嘅，始終我哋本土反應係唔錯啊嘛。金尾森林其實入嘅，不過我自己計出嚟個分啊，真係3個榜金尾森林都冇入到前5，所以睇下官方嘅考量係點咯。其實如果咁樣睇嘅話咧，基本上就呼之欲出㗎啦，就嗰個情況就嗱，新聞女王2麻雀我團、執法者們、巨塔之後。呢4個應該就唔得㗎啦，你睇下剩低嗰個係俾邊個咯？盈精12定係俾合衣咯？
奪命提示都有機會入嘅，始終佢收視幾好。所以咧，仲有新聞女王2咧，真係就唔得㗎啦。基本上得呢幾套，彼之無間道同奔跑吧真係陪跑㗎啦，真係 data 全部偏低嘅陪跑㗎啦，冇乜機會㗎啦。所以大致上5強就都呼之欲出啦，講真5強就係睇下係執法者們啊、金翼森林啊，定係睇合衣邊一套入第5名。基本上你其他嗰4個就固定啲㗎啦。好，今日呢條片就大致上講到呢度啦，就多謝大家，大家記得去投票支持你心水嘅最佳劇集啊！再見。